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语言。台语安尼写，安尼讲，年钱，年钱。厝尾通出来壁的部分，屋顶边缘突出墙壁的部分，都是屋檐年钱。不管是斜斜的厝顶，也或是平平的厝顶，只要是厝尾通出来壁的部分，拢是年钱。年钱会当食雨水，雨水拢是沿着年钱滴落来。年钱嘛会当延续着厝顶整体造型，像讲百年古庙的年钱，配合厝顶的双梁护塔，都真艺术，真有美感。乡乡就西北河，伊走去人的年钱卡美好。年钱卡就是屋檐下。较早的红砖仔厝、古早厝，门前的年钱卡，拢有一个银仔，也就是台阶石坎，这就叫做银钱。屋檐下的楼梯台阶，年钱卡的楼梯石坎，台语讲银钱。嘛因为年钱卡拄好是银钱，所以屋檐下除了讲年钱卡，嘛使讲银钱卡。扫洗甲粪机啊，放伫个银钱卡歹看，你甲收入去后尾放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年钱、银钱，实在真趣味。